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2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耶利米书31章15节到22节，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维护啊。有真侪时阵，就亲像犹太人共款人真固执。认做家己真聪明，实际是愚戆；认做家己敬拜偶像就得到恩典，就亲像一般传统宗教的人感觉讲着加拜加保庇。但事实上，却是离开上帝真理的道路。上帝呢，差遣先知使者来提醒因，但是因却一再用固执回应上帝。来失去机会，维护因为上帝予人真侪摆的机会，但是犹太人却犹原心公义，抓做家己的牛，完全看不出上帝的心意来行家己的路，维护因为错失机会，却犹原抓做讲我上厉害，忽略着上帝透过周围的提醒，耶利米书31章15节到22节，先知的提醒安尼讲：上主讲，伫拉玛有听到悲伤哀哭的声，列结为着伊的囝儿来哀哭，毋愿受安慰，因为因拢无去啦。上主阁讲，毋通阁出声哀哭，毋免阁流目屎，你的劳苦一定袂得到报赏，因一定会对得的土地倒来。上主安尼宣布：你的将来充满希望，你的囝儿一定会倒转来因家己的故乡。上主安尼宣布：我清楚听到以法莲人为着家己在怨叹。阮亲像野外受训练的青牛你甲阮管教，阮就接受；求你带阮倒转来，阮就反悔来归向你。因为你是上主，阮的上帝。阮一个背叛你就后悔，受你管教，阮就对心肝。阮因为少年的时受的侮辱，无面通见人。以法莲减毋是我疼的囝，减毋是我意爱的囡仔。我特别责备伊，犹原深深少念伊。我为着伊牵肠挂肚，我一定怜悯伊。上主安尼宣布：你着为着家己设置路牌，为家己徛引路条，留心注意你行过的大路，顺迄条路倒转来，在小路以色列你着转来你家己的城镇。5月的查某囝，你四界流浪到第时，上主已经伫这个地上创造一个新的事，就是查某人要保护查甫人。维护因为咱完全毋知影咱要得到偌大的恩典，也毋知影因为咱的固执、愚戆的坚持，会失去偌济上帝的恩典。维护所以耶稣基督为着耶路撒冷低哭，因为人的骄傲、固执、愚戆，看袂到上帝的救恩。俗语话讲：无见观察无流目屎。来维护因为呢末后的处罚已经到伫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，记载着耶稣基督到耶路撒冷了后所讲的话。耶稣特别到耶路撒冷，看到城就为着城哀哭。伊讲：我实在真爱恁今仔日。知安怎才会当行和平？毋过这个事现在对你是坎的，互你看袂到，因为日子特别到，
迄时你会对着会伫你的周围做土堆来包围，对四面甲你攻击，因会将你的城、你甲你的城内的人民全部来毁灭。无留两块石三塔，因为你看袂出上帝拯救你的时机。诗篇20篇，愿上主伫患难的日应答你，愿雅各的上帝甲你藏伫悬的所在保护你，愿伊对圣所帮助你，对锡安扶持你，愿伊会记得你一切的所做，接纳你的烧化者，愿依照你的心所爱赐予你，成全你一切的计划。愿要因为你会得胜唱歌，愿要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。愿上主成全你一切的祈求。但我知上主会救伊选立的王，会对伊圣的天来应答王，用伊正手的气力，予伊大胜利。有人挖过车，有人挖过马，毋过阮只有要看靠上主，阮上帝的名。因袂太输倒落去，阮会太赢徛在在。上主啊，求你予阮的王胜利，阮求救的时，求你应答。恳求上帝帮助阮会当用耳孔来听，谦卑顺服跟对主的脚步。求主帮助阮，成做好的羊，顺服上帝的旨意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